好，大家咧啱啱睇完呢條片咧，就係今年4月份咧，台灣嘅一個線下嘅發佈會啦，都邀請咗好多唔同嘅嘉賓去到現場，譬如一啲知名嘅藝人啦、KOL 啦、護膚專家同埋記者朋友等等嘅，可以俾到大家認識更加多我哋公司嘅品牌理念同埋產品，而我哋嘅經營者咧亦都有份參與，都會去到咧現場去做一啲講解同埋示範嘅。咁我都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啦，我係 Shelly 啦，歡迎大家參加今晚嘅招商會。咁咧，知道有啲朋友仔咧，可能都會好奇點解 Remon 呢一間公司咧會越嚟越多人加入，或者咧好想了解一下咧呢間公司嘅實力同埋獎金制度，同埋包括咧我自己點解都會為到力萬會瘋狂一次咧。咁我都介紹下自己先。咁以往咧，我係從事國際護膚品牌超過20年嘅時間，曾經咧都擔任過一啲培訓同埋銷售嘅工作。而現時咧，我自己都經營緊一間痛症理療中心，所以咧都好明白到打工仔同埋經營傳統生意嘅壓力同埋挑戰嘅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我都想介紹一位朋友分享下點解佢會加入力萬啦。咁我將時間交俾方婷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方婷嘅。咁其實咧，我點解會加入咗力萬咧？首先我就係由一個用家去開始嘅。我自己咧就係有個玫瑰痤瘡嘅問題啦。咁因為咧，我就俾力萬嘅產品、力萬嘅護膚品咧去吸引咗我。因為玫瑰痤瘡嘅皮膚咧，其實對護膚品嘅選擇咧都要比較謹慎啦，要小心啲，唔可以揀一啲有酒精啊嗰啲飲品啦，嗰啲護膚品咧。咁所以咧，我見到咧力萬有積雪草嘅成分咧。咁就吸引咗我，因為佢可以有鎮靜嘅效果啦，同埋喺我用之前咧，我都見到有好多實證喺度嘅。咁我自己用完之後咧，我咧就真係發覺咧個效果咧係一個超級好嘅效果，因為喺我身上面咧係真係見到咧我個皮膚咧係真係提亮咗好多啦，連我平時個鼻好紅啊，全部都係可以改善到。去到而家我開咗鏡頭，大家都可以望到我個皮膚咧係即係變翻水光肌咁樣啦，冇晒啲泛紅啊。膿瘡啊咁樣，咁所以咧喺我自身咧係有效果嘅。而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吸引。點解吸引咧？就係因為力萬呢個品牌咧有4大巨星代言，有全智賢、金泰熙、袁彬、李英愛。你要知道咧，佢哋4位大人物咧都係我哋平時喺韓劇啊呢啲會見到啦。咁亦都要知道咧，佢哋做到一個品牌嘅代言人咧，其實係絕對唔容易嘅，因為個品牌形象咧同佢哋個個人形象咧。都係會掛鈎咗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品牌既然可以揾到4大巨星代言咁勁嘅話咧，咁其實咧都係有個信心嘅保證。而第三個原因咧，就係因為想找緊一個商機啦。咁其實我自己咧係都以前咧都係一個好普通嘅打工仔啦，係一個朝九晚六嘅打工仔嚟嘅 OL 嚟嘅。咁其實去到而家咧近呢半年咧，我就變成咗一個全職做網店、全職投入力萬嘅事業啦。因為我好想找緊呢一個商機咧，去為自己拼命一次。要知道一個普通打工仔，我唔係專業人士啦，其實。我知道自己每個月嘅收入其實都應該會有個定薪，我永遠都唔會賺到一個好似專業人士咁可觀嘅收入。咁所以我有啲乜嘢渠道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揾多啲錢呢？就係真係要透過一啲商機。但係因為我唔擅長投資買賣股票啊，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我既然中意美容，咁我不如好好利用我嘅興趣。再利用我平時玩開自媒體嘅技能，咁我不如為再找緊力萬呢個咁好嘅時機，因為佢啱啱由舊年先落地香港啦。咁其實而家都仲係一個好新嘅階段，係未有好多地方都仲未發展嘅。咁所以佢個潛力真係非常之大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要決定咧，要為自己拼命一次。希望咧係一定要打破呢個打工仔嘅思維，要練習一個創業嘅思維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找緊咗呢一個力萬嘅商機啦。好啊，好，唔該晒方，唔唔使。該晒你，係啦。咁咧，其實最近咧，我都有聽到我嘅舊公司啦，一啲嘅國際品牌咧，都喺一年裏面咧裁員咗2次。咁今日翻緊工嘅，聽日咧已經可能唔使翻啦，而且咧仲要係高薪厚職啦。咁想淨係做打工仔咧，其實都未必係咁穩陣喎。咁假設發生喺你身上嘅時候，你仲有冇第二份收入咧去應付每一日嘅支出咧？而做傳統生意咧就更加大挑戰啦。咁喺呢個經濟嘅環境啦，市道低迷嘅時間咧，大家都見到好多街鋪咧都空置咗，甚至乎咧大企業咧都相繼結業。所以無論係打工仔咧，或者係做生意咧，都要有呢一個嘅危機意識啊。
咁而我哋咧同時間咧，亦都要負擔到自己家庭嘅開支啦，甚或乎咧，我哋要供養我哋嘅屋企同嘅長輩啦，等等嘅支出。所以咧，我哋有冇可能咧，係將我哋嘅過往嘅人生閱歷同埋經驗啦，或者係我哋過往嘅舞台啦，我哋又有冇一啲嘅被動收入咧，去滿足到我哋未來嘅一啲嘅退休生活咧，又或者有冇啲朋友咧，可能有啲朋友係未去到退休階段嘅，只係想10年至到20年可以有一個好舒適嘅環境啦，可以隨時去下旅行啊，同埋有一個優質嘅生活咧。咁所以咧，面對家庭同埋事業咧，特別係女性啦，你自己有冇一個選擇權，定係你係屬於被選擇嘅一個咧？所以面對住家庭呢啲種種嘅支出咧，自己又有冇得選擇擁有自己嘅事業咧？咁我好開心啦，可以預見到咧，可以用一套嘅護膚品咧，俾我重新有呢一個選擇權啦，亦都可以咧改變我接下嚟嘅生活模式，可以做到咧財務自由同埋生活自由，唔需要咧再為到交租啊或者人工方面嘅負擔咧，覺得係有壓力嘅。咁 Rimmon 咧，其實係一間好有實力嘅公司啦。咁喺2018年咧喺韓國成立，已經被評為咧 K-Beauty 第一嘅美妝保養品牌。喺23年咧，其實佢已經突破咗20億嘅美金營收，而我哋護膚系列咧，亦都突破咗3500萬件嘅銷量實績啦。幾乎每一個韓國人手上面咧都有一件噶啦。而喺2023年咧，更加打入台灣市場。咁喺舊年7月咧，香港亦都正式開幕，而且咧香港亦都係佔盡地理優勢嘅位置啦，而且我哋更加容易去發展到全球，所以咧香港其實係一個好關鍵嘅城市，而大家咧真係要留意呢個市場，喺半年時間咧香港咧已經做咗1億嘅生意額㗎啦。咁而喺我哋 Rimmon 嘅旗下嘅品牌咧，我哋有三大系列嘅，咁包括 ICD 係我哋嘅護膚品同埋彩妝嘅系列啦，而 Bottlab 咧就係護髮同埋身體護理嘅系列，仲有 Livening 咧就係我哋保健品嘅系列嚟嘅。咁我哋有3個獨家嘅專利成分同埋技術啦，咁包括 Beyond Blue 巨型積雪草啦，我哋係使用咗濟州熔岩能量海水灌溉呢一啲嘅積雪草，令到佢哋嘅葉片 size 咧比一般嘅積雪草咧係大2至3倍，而我哋咧係用最新鮮嘅積雪草萃取精華出嚟。佢咧已經可以做到咧舒緩肌膚啦、潤澤保濕同埋亮白啦，仲有淡化黑色素同埋撫平細紋嘅效果。再加埋咧呢啲嘅熔岩能量水咧，佢唔係普通嘅海水，而係有天然豐富嘅礦物質啦，亦都有平衡 pH 嘅元素，令到我哋咧長年累月咧都有恆溫嘅水源咧去灌溉我哋嘅積雪草。而我哋亦都有微脂體同埋超微流嘅技術，將成分咧納米化，好快咧滲透到去皮膚裡面，直到咧係皮膚嘅底層，所以咧 Rimmon 咧喺結合咗科技同埋天然成分，為我哋嘅成為咗我哋嘅護膚品嘅。咁而我哋升級咗 ICD 嘅系列咧，裡面加咗外鼻體 NMN 同埋多重玻尿酸嘅成分，由清潔保濕到保護咧，可以做到由內至外修復皮膚，恢復翻咧年輕光澤嘅效果。而另外咧，我哋亦都有 ICD 嘅彩妝系列啦，嚟緊咧，我哋亦都會開發歐洲市場，亦都係咧將會係一個好受歡迎嘅系列之一嚟嘅。而我哋咧亦都仲有好受歡迎嘅護髮同埋身體護理嘅系列啦，同埋咧我哋嘅保健品系列，所以咧可以符合到咧唔同需要嘅人使用嘅。而 Rimmon 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做好多大型嘅活動啦，亦都請咗好多韓國嘅巨星做代言啦，成為咗 K-Beauty 領導嘅品牌。
係啦，呢個就係嚟緊我哋10月31號至到11月2號嘅一個亞太區嘅年會啦。咁其實每年咧，我哋都會有舉辦唔同嘅年會啦。就好似之前啦，我哋舊年9月咧，我哋嘅 Team Leader Sonia 咧都去咗美國嘅年會啦，見到有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人啦，甚至乎唔同行業，包括做生意啦、iBanker 啦，甚至做其他直銷品牌嘅人咧，都相繼加入咗 Remon。所以咧，可以見到大家都睇到咧 Remon 嘅潛力。咁而韓國美妝 K-beauty 咧已經成為大趨勢㗎啦，就好似咧最近Victoria's Secret 咧都邀請咗韓國女團嚟做嘉賓啦，所以只要有韓國明星做代言咧，都會係好受歡迎。喺唔同嘅國家嘅 Expo 咧，都會見到好多韓國嘅品牌出現啦。而只要有韓國明星做代言咧，銷量咧一定有保證啦。除咗韓國自己本土嘅市場啦，就連越南啦、菲律賓啦、印度呢啲嘅地方咧都好受歡迎嘅喎，所以咧呢一個都係大趨勢嚟嘅。作為美容行業嘅投資者咧，我都會留意各大嘅投資者用緊啲乜嘢嘅方向同埋策略啦。就好似大家認識嘅股神巴菲特啦，佢最近咧都沽出咗蘋果嘅股票而去投資 Ultra Beauty 一間美妝嘅公司，所以咧大家可以諗下呢一個趨勢咧係咪應該都要跟住佢咧？而我哋要留意嘅就係點解 Remon 呢間公司咁有格局咧，可以同呢一啲咁頂尖嘅品牌去做合作咧？去到 Remon 呢一間咁有實力嘅公司咧，佢同邊一啲嘅公司合作都係好緊要嘅。就好似我哋安仲賢先生啦，其實佢係好有遠見同埋好有要求嘅。佢為咗成為咧世界第一，所以咧同世界一流嘅公司合作。就好似 Chill 呢間公司啦，佢喺全球 Top 20最強嘅廣告公司。佢連同好多數字營銷啦、網絡營銷啦、公關啦、零售品牌合作，好似阿里巴巴啦、麥當勞呢啲公司咧都有同佢合作㗎喎。而另外一間咧知名嘅設計公司咧 Pentagram 咧，佢一間合作公司都有包括Microsoft 啦、Mastercard 啦、Citibank 啦、Tiffany 啦呢啲公司咧，大家都係好認識啦。到我哋咧全新嘅 ICD 嘅 logo 嘅設計啦，我哋就用咗一間好知名出名嘅公司 Interbrand 幫我哋設計。佢亦都幫咗好多大品牌設計 logo 啦，譬如 Apple 啦，仲有 Samsung 啦、Mini Cooper 啦，大家呢啲印象都好深刻啦。所以咧，你會見到公司咧都投放咗好多資源喺呢一啲高品質同埋高格調啦，去到頂尖一流嘅品牌公司合作去聯成嘅。而 Cosmos 咧就係幫一啲嘅品牌做一個代工廠嘅合作伙伴嚟嘅。佢嘅合作公司咧有 Estée Lauder 啦、Shiseido 啦、YSL 啦、Dior 等等呢啲嘅大品牌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全新推出嘅化妝品系列嘅包裝設計咧，都係揾咗 Pentagram 知名嘅設計師啦，Paula 為我哋設計嘅。而我哋 Botalab 護髮同埋身體護理系列咧，亦都邀請咗 LVMH 嘅法國高級調香師 Patrick 咧，為我哋咧整個嘅系列咧調配咗一個獨特嘅香氣。喺使用產品嘅時候咧，你都會感受到前中後調嘅香氣之餘咧，亦都帶俾使用者咧有一種放鬆療愈嘅感覺啦。令到咧你喺無論經營呢個品牌或者係用家咧，都能夠喺一個高格調裏面啦。所以喺 Remon 嘅軟件，佢係好感受到咧客人同埋經營者佢哋需要嘅感覺嘅。而特別咧係我哋女性隨住年齡增長同埋水分流失啦，而安仲賢先生咧希望能夠透過巨型積雪草去改善我哋嘅皮膚，令到咧皮膚咧能夠可以咧做到天然折射嘅水光肌效果。而我哋嘅巨型積雪草啦，同埋普通嘅積雪草嘅分別係啲咩咧？好多時咧，坊間都會用一啲乾製品嘅積雪草啦，佢哋嘅營養成分啦已經流失晒啦。但係我哋用嘅就係新鮮採集嘅巨型積雪草，亦都咧有我哋獨家自家智能農場咧去種植啦，喺最新鮮嘅時候咧去採集，無論喺栽種啦、控溫啦，全年365日咧都有穩定嘅水源同埋足夠嘅陽光，亦都係咧喺一個無菌無污染嘅環境下種植啦，能夠確保咧巨型積雪草嘅成效嘅。咁關於呢盤生意咧，最緊要係啲乜嘢咧？點解男士同女士咧都紛紛去加入 Remon 咧？最主要嘅成功咧嘅方法咧，就係可以複製嘅系統。咁我哋Danny Bay 咧就係我哋嘅北美嘅銷售總監啦，而 Winnie Jackie 咧就係我哋中文系統嘅創辦人。
咁加上咧嚟緊會開好多嘅歐洲市場啦，所以我哋有 Steve 咧去為我哋負責英文系統嘅市場，去 support 我哋支援我哋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。咁睇到呢度咧就係舊年7月咧已經有好多人加入 Remon 噶啦，亦都有好多由內地過嚟考察嘅人啦，都想了解力曼呢一個生意。而你會見到咧喺第二次嘅會議咧，已經越嚟越多人參加啦。公司咧亦都提供咗好多唔同嘅 training 俾我哋嘅伙伴去參加啦。而我哋嘅 leader 啦，Sonia 啦，亦都成為係首4位嘅 team leader 之一。咁除咗咧香港市場咧，我哋內地嘅伙伴亦都好犀利嘅喎，不斷咧去複製咧好多唔同嘅 team leader 啦、director 啦，同埋咧已經有第一位嘅全國董事出現啦。除咗女士之外咧，其實你會見到都有好多男士咧都會紛紛加入呢一個生意裏邊，大家咧都睇到呢一個嘅商機。咁多人咧都加入 Raymond 啦，當然有佢最強嘅6大優勢啦。咁第一個優勢係啲咩咧？就係我哋有強大嘅營銷力，能夠咧幫助到我哋嘅事業咧要事半功倍咧，縮短成功嘅時間啦，幫助我哋改善生活嘅狀態同埋事業方向咧，係需要一個非常大嘅 marketing。一個新牌子進入一個新嘅 market 咧，時間點係非常之重要。呢間公司咧已經提前咧幫我哋打造咗宣傳嘅策略，例如有4大巨星做代言啦。力曼亦都好着重一啲嘅細節啦，亦都不斷去研發，而令到我哋咧喺市場上面咧，嘅精準度咧係好高嘅。你會睇到咧升級咗嘅優質成分啦，但係咧價錢係冇改變過。喺呢一個嘅經濟壓力咁高嘅情況下咧，迎合到一眾嘅消費者啦，而一般嘅客人同埋都能夠咧係負擔得到。所以咧公司一早咧已經幫我哋做好 marketing 噶啦。你只係需要做推廣同埋分享產品，例如咧一啲嘅 K-pop up 產品分享會嘅活動啦，就已經可以簡單經營你全球嘅事業啦。所以咧，力曼係一間有遠見嘅公司，而而家咧都係一個空白期，而喺唔同嘅亞洲同埋歐洲嘅市場，而家咧都係一路喺度複製緊。所以咧，marketing 咁大嘅市場上面咧，需要做啲乜嘢咧？我哋咧有唔同嘅大型嘅廣告啦，亦都有唔同國家所舉辦嘅 event 同埋產品體驗會啦，而且呢個都係系統化同埋可以複製嘅喎。而我哋咧嘅 office 咧就喺旺角嘅朗豪坊一個好有優勢嘅地段啦，而公司咧亦都提供好多唔同嘅資源俾我哋，而 Steve 咧亦都每年咧會嚟到香港咧同我哋做唔同嘅活動啦，同埋推廣嘅。咁我哋咧亦都有4大巨星做代言啦。過去要請一個明星推廣咧，都非常之昂貴咯，同埋困難嘅。而公司咧亦提前咧幫我哋喺各大媒體做宣傳同埋曝光啦。我哋亦都有好多龐大嘅戶外廣告啦，亦都俾好多唔同人去認識。咁宣傳策略有幾好咧？但係咧都要消費者100%嘅滿意嘅。咁咧呢個就係我自己啦，本人啦。咁其實咧，我自己都用咗 Remon 一段時間啦。咁喺最左手邊嗰幅相咧，你會見到咧，即係我自己即係以前未用 Remon 嘅時候咧，其實踏入成熟肌膚嘅年齡層啦。咁其實開始咧眼底啊嗰啲膠原咧開始流失嘅，蘋果肌咧差唔多跌到落去嘴角嘅位置。咁而且面頰咧都開始有鬆弛嘅感覺啦。咁但係到2025年5月份啦，其實我除咗用咗 Remon 嘅 ICD 系列嘅護膚品之外咧，其實我係好着重用我哋嘅膠原蛋白飲啦。咁 keep 住初初我都係每日飲1支嘅啫。咁後期發現啊，聽完一啲嘅 training 啦，原來飲2支或以上咧，去到甚至乎有啲朋友仔咧去到4至6支嘅每一日。咁都可以即係令到嗰個肌膚嗰個彈性咧，你會明顯見到咧開始緊實啦，同埋咧最右手邊最近嘅2025年10月咧，你都會見到啦，有個蘋果肌開始即係有飽滿嘅感覺啦，同埋兩邊面頰咧都開始緊緻提升啦。咁呢個個效果都係非常之即係明顯嘅。咁頭先方平都有分享過啦，佢以前咧都係有玫瑰痤瘡嘅時間咯，都係非常之嚴重啦。當其時，咁佢都係用咗好短嘅時間啦。咁由以前嘅即係有一啲嘅
膿瘡啊、石頭瘡出現嘅時間咧，而家咧個皮膚已經去到好靚啦。頭先大家都見到佢真人，個皮膚已經有好明顯嘅改善啦。咁另外仲會係有一啲嘅泛紅敏感肌膚啦，同埋一啲嘅酒糟肌啦，甚至乎一啲暗瘡性嘅皮膚啊，一啲粉刺啊，其實都係好短時間咧，大概1個月左右咧已經改善得到啦。咁甚或乎係一啲嘅成熟年紀嘅肌膚啦，喺紋理方面啦，或者色澤方面咧，同埋右手邊你大家見到嘅一啲嘅色斑啊、皺紋啊呢啲情況咧，其實短短用咗1、2個月已經可以改善得到啦。咁另外一位 partner 咧就係、都係之前有即係用錯咗一啲嘅護膚品啦，咁你會見到即係一啲嘅膿瘡啊嗰啲問題咧，其實一路都困擾住佢嘅。咁佢用咗Rimon 嘅產品大概個半月度咧，其實你會睇到右手邊咧嗰啲膿瘡已經好翻好多啦。咁你會見到咧8成嘅痘痘咧已經穩定翻。咁另外一位 partner 咧，就係佢患有呢一個玫瑰痤瘡超過10年嘅時間啦。咁一路咧見到左手邊咧嘅皮膚都係紅腫啦，亦都泛紅啦。咁亦都係用咗 Rimon 大概個零2個月嘅時間咧，皮膚已經係水潤好多啦，同埋嗰個泛紅嘅地方都已經有即係鎮靜嘅作用。另外有啲嘅濕疹嘅皮膚咧，都一路咧都困擾到有啲嘅朋友仔啦，你會見到連眼皮對上嘅位置咧都紅腫嘅，咁亦都係用咗個零月嘅時間咧，成個肌膚咧已經有明顯嘅改善啦。咁跟住咧落嚟嘅時間咧，我都會邀請我哋另外一位嘉賓啦，就係我哋嘅 Team Leader Sonia 啊，佢都會分享一下咧點解佢會用產品用得咁滿意嘅。咁我哋將時間交俾 Sonia。好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onia。咁咧，我本身咧用 Rimon 嘅產品嘅時候咧，係我懷孕緊9個月嘅時候咧，就去認識 Rimon 呢個產品啦。因為咧我自己大肚嘅時候咧，嗰段時間係感覺到皮膚會張塊嗰個膠原蛋白流失得好快速啦。咁所以咧，我都想準備一套好適合我自己懷孕期可以用到嘅 skincare 嘅。咁而我見到 Rimon 咧成套護膚嘅個系列咧係非常之完整啦，由我洗面落妝去到去清潔啦、防曬啦，甚至乎去到一個叫做素顏底妝咧，佢都已經有一個 full set 嘅效果。咁所以我喺開始使用 Rimon 嘅時候咧，都抱住一個好奇心，因為喺坊間嘅護膚品咧，對於我嘅年齡層咧 over 40歲嘅時候咧，我要揾一個完整系列啦，而且性價比好強嘅 skincare 咧，係相對較難嘅。就算我喺網上面見到好多達人去介紹 skincare，去買完之後咧，拎咗翻屋企，反而可能試完都有少少失望啦。咁但係咧，對於 Rimon 我反而就感覺上，咦，原來佢性價比咁高，但係達到我好想要有一個逆齡衰老嘅效果咧，佢真係做到喎。因為我係比較 concern 毛孔啦，同埋我自己本身咧係經常性捱夜嘅，比較少瞓覺啦，所以眼圈啊嗰啲色素沉澱咧係比較嚴重。咁相對去到40歲以上咧，係着重毛孔啦改善啦，同埋皮膚嘅鬆弛度咧，我都希望有提升嘅。咁建議咧，我其實2023年呢一張相咧，係我未懷孕之前咧，自己人影低嘅。咁嗰時咧，我都冇諗過啊！如果 Rimon 有一個乜嘢嘅奇蹟效果俾我睇得到啦，咁但係我喺生完 BB 之後咧，我就去影翻呢張相。其實我反而生完咧係冇咁多時間休息啦，或者係更加攰啦。咁但係我喺素顏期間咧，我發現咦，其實原來佢真係令到我黑色素沉澱嗰個問題改善咗喎，甚至乎係我想改善嘅虎紋啦、毛孔個平滑度啦、細緻度啦，佢都有所改善。因為我個皮膚本身咧係比較薄啦、脆弱啦。同埋係受唔到一啲高能量射頻嘅一啲儀器嘅，咁我亦都曾經用過一啲比較高能量嘅美容儀咧，係會令到我皮膚有個泛紅敏感，甚至乎係更加差嘅情況咧。咁所以我都停用咗一啲叫做醫美療程嘅出文啦。咁反而咧，我就想回歸翻一啲叫做長遠嘅保養方法嘅。咁而我見到 Rimon 個居家護理咧，係可以令到我可以用一個咧 treatment 形式咧，都已經可以喺屋企咧做到一個7天大代謝嘅效果。咁其實我平時都係好少咧，完全係素顏啦，原相機直出咁樣相咧，去俾我啲朋友睇嘅。咁但係你見到呢一個分享咧，其實我就好認真咁樣去記錄咧，我未使用產品之前咧，嗰個素顏啦，咁我最想改善咧，都係一啲比較皮膚嘅彈性啦、彈力啦、出崩啦。
蘋果肌啦，同埋咧我哋嘅雙下巴，因為本身咧年紀大咗嘅人咧會比較流失得快嘅膠原咧，會令到皮膚有少少下垂感，甚至乎係我哋嘅 jawline 咧喺可能40歲以上嘅女士會覺得好似唔見咗條 jawline 嘅喎。咁而我又冇用過任何嘅美容儀啊，或者一啲叫做高能量嘅射頻儀器咧，底下咧我只係用咗 Rimmel 呢一套產品咧7日嘅代謝過程咧，就已經做到呢一個皮膚好緊實啦、好緊緻啦。你會見到最後面嗰張相同第一張相咧，個額頭係會呈現一個光感嘅膚質嘅。咁呢個亦都係我好羨慕韓國嘅水光肌想做出嚟嘅效果啦。咁再加上就係個 jawline 啦、雙下巴位置咧，我都係喺呢7日之後咧，我都仍然感覺到個皮膚嘅拉緊感覺。因為以往喺香港咧做 treatment 大概4位數嘅護膚療程咧，做完當下可能維持咗幾日咧。呢一個嘅 firming 緊緻效果咧，已經好快消失咗啦。咁但係我就要經常要去做呢啲 treatment 咧，我都覺得其實咁嘅經濟狀況咧係有啲壓力嘅。咁但係我用 Rimmel 呢一個居家護理咧，我係隨時隨地咧都可以喺屋企進行啦。咁所以亦都令到我咧可以好容易咁樣介紹俾朋友。咁所以我選擇 Rimmel 嘅原因咧，亦都係可以通過 Rimmel 呢一個平台啦。除咗我香港本地嘅客人可以介紹之外咧，佢仲可以咧介紹喺其他可能北美市場啦、加拿大啊，甚至乎而家去英國啦、嚟緊日本嘅市場嘅朋友仔咧，我都可以介紹。所以作為一個美容達人啦，亦都好中意分享美容嘅人咧，我就選擇咗 Rimmel 呢一間公司咧，作為我未來經營嘅一個平台同事業啦。咁今日就係我嘅分享。好啊，唔該晒 Sonia。咁好啦，咁我哋繼續啦。咁第三咧就係我哋有輝煌嘅實績啦。咁其實咧 Rimmel 咧喺好短時間咧已經做到一個好卓越嘅業績噶啦，而且咧佢已經咧發展到去全球市場。其實就好似 Apple 一樣啦，個個都想去擁有佢。但係咧，當你經營呢一個事業嘅時候，你都會諗下點，想了解多啲究竟呢一間公司嘅佣金制度係點咧？咁而 Rimmel 咧亦都有60% 豐厚獎勵啦。假設咧，我想係去用 part time 嘅時間去經營，同埋全天候投放時間咧去經營嘅時候，又會點樣咧？一陣咧都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嘅。咁咧喺傳統嘅供應鏈咧，會由廠商去發貨啦，經銷商咧要買一個數量嘅貨咧，然後先至再批發俾批發商嘅，再去到零售店，最後先至去到顧客嘅手上。當中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定嘅風險，同埋一啲嘅額外嘅支出，例如運送過程啦，另外 marketing 方面嘅宣傳同埋廣告啦，仲有租地方、存倉嘅費用啦。而 Rimmel 咧就好唔一樣咯喎。當我哋成為經銷商之後咧，我哋可以省卻咗好多額外嘅費用，譬如運費啦，同埋最大支出就係頭先講嘅存倉費同埋 marketing 嘅費用啦。我哋咧亦都唔需要咧請人手 pack 貨同埋寄貨啦，仲有海外嘅物流啦，同埋客服啦。Rimmel 咧已經可以幫我哋慳咗好多呢啲嘅額外支出。公司咧一件咧都已經可以幫你出貨，省卻咗咧好多呢一啲嘅時間同埋支出。而且咧，客戶亦都好方便啊！只要喺唔同嘅國家嘅平台，就已經可以直接落單同埋寄貨啦。經銷商咧亦都唔需要咧自己俾錢開一個平台俾客戶去落單啦，淨係單單呢一啲嘅支出咧，都已經慳翻5位數字以上。而成為咧普通顧客嘅會員咧，都有5% 嘅回饋金啦，可以喺下一次買貨嘅時候用翻。而喺我哋經營 Rimmel 嘅時候咧，可以實際攞到邊一啲嘅獎金咧？首先係銷售獎金啦，可以將貨品直接一買一賣咧，直接賺取當中嘅獎金。視乎咧你自己當時係嘅位階去計算，由10% 至到54% 不等嘅。如果你係經營團隊嘅話咧，我哋亦都有分享獎金，你可以收到唔同位階當中嘅價差，高達30%。而另外咧，我哋亦都有新加嘅6階直推獎金，額外咧俾團隊可以收到6袋嘅獎金㗎。如果咧要攞到領導獎金咧，孵化更加多嘅領袖同埋去拆解更加高嘅獎金咧，你就要再了解點樣成為更高嘅位階啦。而當你成為董事或者以上嘅位階咧，你就可以攞到市場分紅嘅獎金啦。而輔導獎金咧，就係當你成為咗 team leader，而你亦都幫助到你嘅夥伴成為 team leader 嘅時候，就已經可以攞到高達40% 嘅輔導獎金啦。所以咧，無論你係做銷售啦、建立團隊或者裂變團隊去到世界海外唔同嘅地方咧，你都會攞到唔同嘅獎金嘅。咁而我哋最基本咧就係由經銷商啟動啦，只係需要咧150蚊，你就已經可以攞到10% 嘅獎金噶啦。而分享獎金咧係有5% 嘅。
如果你想攞到雙倍嘅佣金嘅話咧，你就可以由經理位階去啟動，分享獎金咧係5%至到15%，或者亦可以由你自己同你嘅團隊一齊喺3個月內累積夠3000 SP 嘅產品，即係 selling point，亦都可以咧完成經理嘅位階。而資深經理咧就好多人咧都會好似同我一樣啦，由資深經理開始去啟動啦，佢可以一次到位攞到最高30% 嘅獎金。佢嘅分享獎金咧係由5至到15% 不等，而佢亦都比經理位階咧多咗一個團隊獎金有5%。呢個咧獎金係經理級以下咧可以收到無限代嘅團隊獎金嘅。你亦都可以咧自己完成呢個位階，亦都可以同你嘅團隊一齊喺3個月裏面咧累積6000 SP 嘅產品，都可以咧成為到資深經理嘅。跟住咧，你就會見到打咗粒星嘅咧，就係企業家 Team Leader 嘅位階啦。如果你同你嘅團隊都覺得呢個生意有巨大嘅發展潛力咧，亦都有完善嘅複製系統去建立你嘅團隊咧，只要你喺6個月裏面累積5萬個 SP 嘅產品分數，同時咧亦都有3條資深經理線，你就可以成為 Team Leader 去獲取更加高嘅獎金。而 Team Leader 咧可以攞到最高40% 銷售獎金。分享獎金咧，亦都可以攞到10至到30%，仲有咧無限代嘅5% 嘅團隊獎金啦。另外，亦都可以攞到輔導獎金高達40% 嘅。如果咧想再知多啲咧，可以問翻你嘅朋友咧，再詳細去解釋翻呢一個部分嘅內容啦。所以咧呢度咧，大家都可以睇到嘅，公司想更加優化整個嘅獎金制度啦，亦都獎勵一啲真係認真去付出做呢一個生意嘅經銷商。所以咧，公司再加設更多，例如好似 UniLevel 呢一個嘅獎金啦，令到真正咧認真發展嘅經銷商咧，可以攞到最高嘅利潤。所以咧，呢一間公司係真正係派錢嘅公司，而相對咧，成個制度咧，比起其他公司嘅獎金咧，係賺取更加多㗎。所以咧，如果真係想經營呢個生意咧，我會建議由經理以上嘅位階起步。好似咧，你介紹一個顧客買產品啦，你已經可以賺取到20至到30% 嘅銷售獎金㗎啦。而喺團隊方面咧，如果你介紹一個成為 planner 嘅經銷商啦，你已經可以賺取到佢10% 嘅分享獎金。而如果你係介紹一個朋友入嚟，同你一樣係成為經理啟動咧，你都可以賺取到佢5% 嘅分享獎金嘅。所以咧，呢間公司咧係非常之公平同公正啦。而公司咧亦都加咗一個叫做銷售高手加碼獎金，比起係俾一啲咧積極做銷售嘅伙伴啦，只要另外咧開20個顧客會員咧，而當中做到2000 SP 銷售嘅獎金咧，就可以由原本20% 加到25%。如果有40個會員，同時亦都做到4000 SP 嘅時候咧，就可以領取到30% 嘅銷售獎金。而個人購貨獎金咧，一般咧都會係發放獎金啦。另外一半咧都會係由 Remon Dollar 咧去買貨嘅時候使用嘅。好，咁大家咧，如果都好想好似我一樣咧，由資深經理啟動嘅話咧，亦都可以攞到銷售獎金30至到40%，而分享獎金咧，亦都收到 Planner 嘅20% 嘅差額，而介紹一位朋友成為經理嘅話咧，就可以攞到10% 嘅差額。推薦一位朋友成為資深經理咧，亦都可以攞到5% 嘅差額嘅。而同樣咧，都一樣有個人嘅購貨獎金啦，同埋 Remon Dollar 嘅購物金喺下一次買貨嘅時候咧，可以用翻嘅。而去到 Team Leader 咧，就可以攞到更加高嘅獎金啦。喺銷售獎金咧，已經可以攞到最高40至50% 啦，可能比起一啲嘅傳統生意嘅利潤咧，仲要高。另外咧，已經收到一個無限代嘅企業家團隊獎金40% 啦，而分享獎金咧，亦都有10至到30% 嘅。另外咧，都會有3代嘅輔導獎金啦，包括咗你孵化咗更加多嘅 Team Leader 啦，公司會俾更加多嘅獎勵去建立你更大嘅團隊嘅。
咁點樣可以啟動你嘅事業呢？咁公司好好啦，設計咗一套創業套組俾我哋經營者或者用家咧去使用嘅，能夠咧可以一次過咧用到大部分嘅產品，而且咧呢個套組咧額外再送出6款嘅產品啦，總值接近3000蚊嘅。所以如果你打算咧經營嘅話咧，呢個套裝咧就係最優惠噶啦。創業套組咧已經達到咗1500 SP 啦。如果你想複製我哋一個最快嘅系統咧，可以好似我一樣咧，自己以4套嘅創業套組就已經完成到6000 SP，成為資深經理。一開始啟動咧，就已經可以攞到最高嘅獎金啦。咁好似我頭先所講啦，可以自己用4個創業套組最快完成啦。亦都可以揾多一個朋友咧，每人用2個創業套組，你自己就可以成為資深經理啦。而如果資金唔足夠嘅話咧，亦都可以邀請3位朋友一齊咧，每人用1個創業套組咧，都可以去完成嘅。咁當你用咗4個套組加入之後咧，已經夠6000 SP 成為資深經理。咁成本總共咧係5萬零蚊啦。咁當中產品同埋獎金會 rebate 翻嘅，所以扣除 rebate 嘅數目咧7488蚊咧，實質嘅成本咧只係46000幾蚊。咁而我哋嚟緊有年會啦，咁所以咧，公司咧亦都特別推出咗呢一個活動優惠咧，係至到今個月月尾嘅啫。只要咧你成為 Planner 達到1000 SP，就會送出美金100蚊嘅產品禮券。而如果你成為經理嘅話咧，就會有250蚊美金嘅禮券。咁如果你係以資深經理啟動嘅話咧，就會有最高500蚊嘅美金嘅禮券嘅。即係大概3900蚊港紙嘅產品禮券啦，所以呢個月如果啟動嘅話咧，亦都係優惠最多嘅。咁如果你想喺最短時間成為企業家啦，只要複製呢一個最成功嘅系統咧，自己介紹3位朋友都成為資深經理，而佢哋亦都複製到呢一個系統，介紹多3位朋友咧成為資深經理嘅時候，你就已經可以成為企業家，攞到更高嘅獎金啦。亦都可以喺最短時間裏面咧去完成。咁成為咗企業家咧，孵化咗下面團隊咧，都成為企業家嘅時候，第一代如果有10000蚊嘅美金咧，咁你就已經可以攞到佢嘅40%啦，即係4000蚊美金啦。第二代同第三代咧就係20%同埋10%，係由公司發放嘅。目的係獎勵翻咧，透過自己去幫助到團隊成功啦。如果想攞到更加高嘅代數，成為董事、資深董事同埋全國董事嘅話咧，最高就可以攞到去第6代嘅獎金啦。所以咧，如果你想經營呢個生意咧，我哋會有完善嘅系統去幫助你用最短時間去學識點樣去經營。我哋除咗有線上嘅 training 啦，亦都涵蓋中英文、普通話同埋韓文嘅語言啦，可以覆蓋到咧我哋唔同國家嘅夥伴啦。而我哋亦都有線下嘅會議啦，亦都有各樣嘅產品訓練同埋經營呢個生意嘅訓練啦。所以連素人咧，甚至乎完全未接觸過呢一個行業嘅人咧，都可以經營得到。頭先大家都見到咧，有好多男士都加入啦。即使佢哋咧係冇呢一啲嘅美容經驗咧，都可以做到好成功。就因為咧，佢哋睇到呢一個咁有潛力嘅商機啦。所以咧，我哋咧 XS 嘅團隊啦，係可以全面去支援到我哋嘅團隊啦。每當有海外市場開發咧，我哋嘅 leader 都會率先開拓市場，令到新加入嘅海外朋友咧都能夠得到咧完善嘅支援。咁今晚大家聽到呢一個咧，就係我哋廣東話嘅說明會啦。不過我哋咧每一晚咧線上咧亦都有唔同嘅會議咧，都可以透過線上學到更加多嘅內容。除咗招商會嘅內容啦，仲會有產品同埋銷售嘅課程啦。另外仲會有網絡營銷嘅課程。呢啲課程咧，如果你喺出面讀一個 course 咧，都可能要5位數字。喺呢一度咧經營嘅話咧，就已經係可以免費可以學得到啦。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啦，都係幫助大家咧可以用短時間裏面可以去經營得到，同埋攞到更加多嘅獎金嘅。所以咧，你會發現咧，投資 Rimon 嘅時候咧，其實自己投資緊啲乜嘢咧？其實唔係投資一套產品，而係咧投資喺你嘅商機同埋你嘅視野。
點樣去睇到呢個趨勢發展到去全球市場啦？就算係你完全唔識嘅人物，都可以成為你嘅分店。你要好了解 Remon 咧，可以俾到啲乜嘢你喎？所以咧，我哋 XS 嘅團隊咧，好注重培訓嘅。喺線下咧，都會做好多唔同嘅課程啦，俾到我哋嘅伙伴啦，令到佢哋咧由唔識變到識。而我哋亦都會鼓勵更加多嘅朋友咧加入咗之後咧，參加我哋公司嘅活動啦，同埋培訓啦。咁大家都會睇到咧，有包括一啲嘅台灣嘅活動啦，仲有咧台灣嘅開幕同埋年會啦，大家咧都會好踴躍去參與嘅。仲有咧，今年4月咧，馬來西亞嘅開幕啦，你會見到咧，其實咧，我哋所有嘅 House of Remon 咧，都會喺當地嘅城市咧最好最優質嘅地段，呢個咧都係最大嘅優勢嚟嘅。而呢個咧都係我哋公司酒店舉辦嘅企業家嘅培訓啦，會有好多海外嘅活動嘅領袖咧去分享我哋佢哋嘅成功方法啦。而 Sonia 亦都係其中一個分享嘉賓。而我哋咧 XS 嘅團隊咧，亦都有好有系統嘅 SOP 嘅方法啦，去幫助到一啲嘅新手啦，可以 step by step 咁樣喺線上面開拓市場，而線下咧亦都有唔同嘅工具咧，俾到大家咧去更容易去即係同一啲嘅客人嘅去講解嘅。咁我哋咧啱啱咧亦都喺呢個月嘅17號咧，英國市場已經開幕啦。咁嚟緊嘅27號咧，就已經可以喺英國直接送貨喺英國唔同嘅城市啦，所以咧亦都可以慳翻好多額外嘅物流嘅費用㗎。我哋咧其實已經係開發咗韓國啦、北美市場啦，仲有加拿大啊、台灣、香港、中國內地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墨西哥、菲律賓同埋英國。嚟緊咧，我哋仲會開埋日本市場，所以咧嚟緊出年咧，仲會有好多歐洲市場，就好似哥倫比亞、秘魯啊、愛爾蘭啦、智利同埋西班牙等等呢啲嘅城市。所以咧好多地方咧，其實我哋未踏足過咧，其實 Remon 已經幫我哋開發咗呢一啲嘅市場啦。咁成為 team leader 嘅時候咧，公司好好啦，會邀請到大家去到韓國濟州島去享受呢個旅程啦。公司亦都會出晒所有嘅機票同住宿啦，自己1蚊都唔使俾嘅。公司仲會派埋錢俾你用添。咁而亦都咧，大家亦都可以參觀我哋 Remon 嘅智能農場啦，亦都可以食到新鮮嘅積雪草啦。呢個都係一個好難忘嘅體驗嚟嘅。咁去到最後啦，呢啲畫面咧都係我哋嘅upline 啦，不停咧去到世界各地去跑業務啦，開拓全球嘅市場啦，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支援啦。所以咧嚟緊而家頭3年嘅係一個黃金期啦，仲有好多人都未認識 Remon 啦，仲有好多空白嘅市場等緊你同我去開發嘅。希望咧大家能夠咧把握呢一個機會，俾自己咧去瘋狂一次。咁咧我今日咧嘅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咧有其他資訊想知多啲嘅話咧，都可以同你嘅推薦人再查詢。咁多謝大家。